大家好，我係藍骨子。上集講到吳曉薇懷疑丈夫丁宗儒出軌，所以揾咗偵探去調查。而偵探林偉同埋丁宗儒係同時間失蹤嘅。最後警方發現佢兩個喺荔枝窩附近嘅老樹下自焚身亡。現場執到一支林偉用嘅錄音筆，入面有3段錄音，還原翻晒成件事嘅始末。到底故事會發展成點呢？事不宜遲，故事開始。因我自焚案下集完。根據吳曉薇嘅口供，佢喺報案之前2星期林偉已經失去咗聯絡。警方亦都拎到偵探社嗰棟大廈嘅閉路電視，喺呢2個星期，林偉亦都有進出大廈嘅。而大廈嘅保安亦都話，林偉喺呢一段日子嘅行為表現得非常怪異，總係耷低頭急急腳咁樣行入升降機。每次佢手上都拎住好多玩具啊！佢錄音筆嘅第3段錄音日期不長。喺錄音入面，林偉不停咁樣大聲喘氣。我終於跟到丁宗儒啦！佢而家呢個方向，如果我冇估錯嘅話呢，應該就係行緊去嗰棵老樹嗰度。周圍伸手不見五指，我只能夠靠丁宗儒嘅腳步聲勉強咁樣跟上去。但係丁宗儒唔知點解，佢好似好清楚咁樣望到前方嘅路咁啊！呢度嘅山路非常之崎嶇同埋濕滑，周圍嘅樹枝將個手腳都割到傷晒。相反，丁宗儒完全冇放慢到速度，朝住目標好快咁樣行過去。唉，唔得啦！我真係跟唔上佢。不過既然我都知道佢係去嗰棵老樹，我慢慢行都冇問題嘅。所以我打開嘅手電筒，再向住嗰棵老樹出發。果然不出我所料，丁宗儒就喺嗰度。佢而家喺嗰棵老樹前面，我睇唔清楚佢到底喺度生火定係拎住個手電筒。丁宗儒背向我，踎咗喺個地上面。但係如果我再靠近啲嘅話，一定會俾佢發現嘅。我睇到啦，佢用緊一啲工具去生火。今日我已經盡早嚟睇你噶啦，唔好嬲啦。我真係好愛你噶，素珍。我咩都願意為你做噶，你知我幾愛你噶啦。我睇唔清楚佢喺度做緊咩，我要行埋啲先得。哇！丁宗儒想自焚啊！喂，你傻咗啊！錄音就喺呢度結束咗。錄音筆喺案發現場嘅焚燒範圍外被檢獲嘅，所以推測當時林偉係想衝去救打算自焚嘅丁宗儒。之前法醫亦都講過，2個人係並冇打鬥痕跡，但係呢兩者嘅自焚時間就唔一樣啦。所以成宗案件嘅時間線應該就係林偉跟蹤丁宗儒去到老樹，丁宗儒自焚，林偉上前阻止，但係失敗。之後林偉離開咗現場，喺大廈嘅閉路電視見到林偉喺之後不停咁樣進出大廈，有怪異嘅行為。吳曉薇亦都冇辦法聯絡佢。負責呢單案件嘅探員聽完錄音筆嘅內容之後，都係查唔出2個人先後自焚嘅原因。喺案發現場周圍嘅植物的而且確全部都被燻黑晒，但係就冇林偉喺錄音所描述嘅奇怪氣體。事後警方再次聯絡吳曉薇落口供，問佢係咪認識喺第3段錄音所提到嘅素珍。當吳曉薇聽到素珍呢個名，臉色一變，更加喺警察局情緒失控，話素珍搶走咗佢老公。一定係嗰個女人迷惑我老公，先至搞到佢自殺。死者丁宗儒同埋林偉都同吳曉薇有關，所以警方亦都將吳曉薇列入可疑名單。不過吳曉薇有充分嘅不在場證據，警方亦都相信佢根本就唔知嗰棵老樹喺邊度嘅，所以就消除咗對佢嘅指控。另一方面，林偉嘅錄音提到，佢懷疑嗰棵老樹嘅地底埋藏咗大量屍體。
但係警方喺現場挖掘咗好幾個幾米深嘅坑洞，都冇掘到任何嘅棺木或者屍體，案件陷入咗膠着狀態。好可惜，呢一單自焚嘅案件經過咗3個月之後，依然冇任何嘅進展。但就喺1月13號發生咗一件令警方非常之震驚嘅事。就喺1月13號嘅清晨，消防局接到山火報告。當佢哋去到現場將火撲熄之後，就喺其中一棵樹下面發現一具燒焦嘅屍體，於是立即通知警方到場。而起火嘅地點同埋嗰一具焦屍嘅位置，正正就喺嗰棵老樹嘅附近。警方喺現場搜索到好多起火嘅工具，而經過法醫檢測之後，證實死者就係吳曉薇。由於吳曉薇喺香港冇任何嘅親戚，問過佢工作嘅同事都表示吳曉薇一向寡言，喺佢死前睇唔出有任何嘅異樣。同呢一單案件有關嘅3個人，全部都以同一個方式離奇死亡，令到警方根本就冇辦法掌握到調查方向。丁宗儒同埋林偉分別喺唔同時間喺同一棵老樹下面自焚。3個月之後，吳曉薇亦都喺附近身亡。估唔到就喺呢個時候，有一個人主動現身向警方提供線索。呢個人就係素珍，佢坦白承認自己就係丁宗儒嘅情婦，而吳曉薇亦都知道佢嘅存在，所以先至會聘請私家偵探去拍低證據。素珍聲稱佢同任何人嘅死絕對冇關係，因為佢早就移民咗去英國。警方亦都調查過素珍嘅出境記錄，的而且確喺案發嘅成個期間，素珍都身處喺英國。我知道佢哋3個點解要自焚，但希望佢講出嚟之後，盡你哋所能封鎖一切嘅消息，因為我唔想再有更加多人受害。喺佢決定移民去英國之後，就同丁宗儒斷絕呢一段唔見得光嘅關係。可惜丁宗儒對佢死纏爛打，點都唔肯放手。喺2個人一齊嘅時間，素珍有同丁宗儒提過一個傳說。荔枝窩有一棵老樹，喺100幾年前係一棵祈福樹嚟，喺樹根下面埋藏咗好多人嘅願望，只要喺樹底生火祈禱，願望就會成真，但係需要付出嘅代價非常之沉重，所以好多年前嘅人就已經封印咗呢一棵祈福樹。喺素珍離開香港嘅前一日，丁宗儒同佢講，佢一定會喺樹下面祈禱，希望佢可以返嚟佢身邊。後嚟警方回想起偵探社嘅大廈保安講過，林偉有一段時間經常捧住一大袋玩具返去辦公室嘅。警方就開始調查林偉呢一個人嘅背景，發現佢曾經結過婚，仲有一個小朋友，但係由於2個人已經離婚，佢老婆得到咗個仔嘅撫養權，後嚟亦都跟其他男人再婚，所以呢就冇再同林偉見面。如果嗰一棵老樹真係祈福樹，咁就解釋到點解丁宗儒成日都會買一啲女裝嘅衣服同化妝品埋喺樹下面。如果丁宗儒喺嗰棵老樹下面祈福係為咗素珍返嚟佢身邊，咁樣林偉買咁多玩具就應該係渴望同佢個仔重聚。祈福樹嘅魔力令到佢哋精神失常，導致最後自焚身亡。但係奇怪嘅係，吳曉薇嘅自殺地點雖然喺附近，但係就同老樹嘅傳說無關。警方亦都證實佢對於嗰棵老樹嘅事係一無所知，所以警方推測吳曉薇嘅自殺原因只不過係單純嘅生無可戀。佢想以相同嘅死法證明自己先至係同丈夫天生一對。素珍錄完口供離開之後，請求警方封鎖嗰片森林，唔好再有其他人遇害。而警方為咗防止有人仿效呢一種自殘嘅行為，真係有用鐵絲網封住咗嗰棵老樹。不過因為許願而自焚，呢個根本就唔可以成為結案嘅理據。而且林偉見到嘅幻覺、奇怪嘅氣體，至今依然未揾到一個合理嘅解釋。網上面有人話係山精作祟，亦都有人話
丁宗儒只不過係喺樹下吸食太多嘅毒品，所以嗰棵老樹就釋放出有毒氣體，樹葉亦都變成黑色。但係就冇人知道真正嘅答案。如果你行山嘅時候見到一棵俾鐵絲網圍封住嘅大樹，記得千祈唔好許願啊！呢一個故事亦都分享到呢一度，喜歡嘅話記得幫我撳個 like、留言同埋 share 出去，訂閱呢個頻道，咁你出新片嘅時候呢，你就唔會錯過啦。想睇更加多文字嘅小說版，可以訂閱 Patreon。除咗有小說版之外，我亦都會將一啲合輯放上去，咁大家就唔使睇廣告，又可以彈出桌面做其他嘢啦。我係藍橘子，我哋下次見。